Hello， 大家好，我係理想家嘅主持人 Talon。咁近期咧，珠海咧有部分樓盤咧大劈價喎，佢劈到咩程度咧？劈到佢嘅樓價咧，基本上接近翻中山市區嘅價錢啦，甚至咧同埋中山鎮區嘅樓價都差唔多。咁呢個時候咧就會有批人咧跳出嚟同大家講咧，就係買中山不如買珠海啦！啊，之前因為珠海實在太貴了，買還是買中山啫。而且中山、珠海樓價都差唔多咯喎，即係買珠海好啲啦。咁講到呢度咧，其實我想講咧，係咪真係中山咧就不如珠海咧？同埋中山係咪真係珠海嘅一個平替咧？咁今期嘅內容咧就係想同大家喺唔同嘅角度分析一下中山同埋珠海嘅。咁首先咧，第一啦，我哋睇翻佢嘅一個地理位置同埋區域優勢啦。咁其實中山係位於珠江口嘅一個西岸啦，北接廣州南沙，南連珠海嘅，同埋東隔珠江口咧與深圳相望嘅。深中通道嘅開通咧大幅縮短咗同埋深圳嘅一個通行時間嘅。中山目前最快去深圳嘅一個距離咧，最短咧係20分鐘嘅。同埋中山咧亦都係未來深圳產業外溢嘅一個承接者嚟嘅。咁所以中山嘅地理位置大致上就係咁啦。咁珠海呢個位置咧，佢就係地處珠江口西岸一個核心點嘅。咁同埋咧，與澳門嘅話咧，佢係陸路相連啦，通過港珠澳大橋嘅話咧，係可以直達翻香港嘅。同埋係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澳珠極點嘅一個核心城市嚟嘅，區位優勢咧會比中山咧會更加突出，而且咧珠海咧亦都係一個經濟特區嚟嘅，所以佢嘅一個國際化程度咧會更加高嘅，相對於中山。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嘅一個地理位置同埋區域優勢嘅一個分析啦。咁第二咧，我哋再去睇翻佢哋一個經濟結構咧，同埋佢嘅一個產業特色。咁首先啦，其實中山咧佢係傳統嘅一個製造業嘅一個強勢嚟嘅，以家電啦、燈具啦、五金啦、服裝啦等產業為主啦。咁好似古鎮嘅燈飾啦、小欖嘅五金啦，係比較多攞出嚟講嘅。同埋近年嚟嘅話咧，佢都係面臨緊一個產業升級嘅一個壓力嘅。依家目前咧最主要發展咧就係佢嘅一個高端裝備製造啦，同埋健康醫藥等一啲新興產業嘅。包括咧依家都好多一個深圳嘅一個外溢產業咧係轉型到中山呢邊嘅。咁我哋結合翻數據啦，2023年咧中山嘅 GDP 咧係3631億嘅。咁上一年6月份開通咗深中通道之後咧，佢嘅一個 GDP 咧係迎嚟咗一個新嘅突破嘅。咁同埋咧2024年咧佢嘅 GDP 咧係達到咗4143.25億元嘅。咁同埋咧佢嘅一個增速咧係達到咗3.7%嘅。咁可以睇翻咧，自從深中通道通咗之後，中山咧佢嘅一個經濟增速咧相對嚟講係快咗好多嘅。同埋咧佢依家最主要咧就係面臨翻傳統產業轉型嘅一個突破嘅。所以中山咧未來嘅話咧，亦都係有機會咧可以企得翻起身嘅。OK， 咁我哋再睇翻珠海啦。珠海嘅話咧係屬於做高新技術產業啦，同埋現代服務業為主嘅。咁同埋咧佢聚焦咧都係做一啲集成電路啦，同埋生物醫藥啦，仲有新能源啦。譬如我哋嘅格力電器啦、金山元件啦、麗珠醫藥啦，呢啲都係比較出名嘅，比較多人講嘅。咁同埋咧，加上咧橫琴一個粵澳深度合作區咧，推動咗佢嘅一個金融啦，同埋科創啦等現代服務業嘅一個發展之後嘅話咧，其實珠海嘅話咧，佢嘅一個經濟增速咧，相對嚟講係比較快嘅。咁喺2023年嘅佢嘅一個 GDP 咧係4233億元嘅。喺2024年嘅話咧，佢嘅一個 GDP 嘅話咧，亦都係排喺我哋中山嘅前面嘅，達到咗6136.39億元啊！佢嘅一個經濟增速嘅話，去到係6-7%啊，咁所以相對嚟講，佢嘅一個經濟活力嘅話咧，會更加強啦。OK， 咁睇完佢哋嘅一個經濟結構同埋產業特色，咁接落嚟咧，我哋睇翻佢哋一個城市定位咧，同埋究竟有咩政策支持咧？咁首先我哋睇中山，中山咧係定位咧係作為一個珠江西岸區域性嘅一個綜合性交通樞紐嚟嘅，咁同埋咧佢將會借助翻深中通道啦，融合翻深圳都市圈嘅。咁缺點咧就係缺乏國家級嘅一個政策紅利啦，同埋好多嘅依賴咧都係依賴翻一個省內嘅一個資源整合嘅。咁珠海嘅話咧就唔一樣啦，珠海嘅話咧係屬於經濟特區啦，咁粵港澳大灣區一個核心城市之一啦。咁同埋咧佢嘅一個橫琴自貿區咧政策優勢咧係比較顯著嘅，稅收優惠啦，同埋跨境金融創新啦呢啲嘅話咧都係做得比較好嘅。咁同埋咧，佢同埋澳門嘅話咧，亦都係達到咗一個
協同發展啦，同埋咧承接澳門產業多元化嘅一個需求嘅，所以佢嘅一個國際化屬性咧，比中山咧強不少嘅。咁我相信咧睇到呢度嘅話咧，大家咧係咪覺得珠海咧比中山咧會更勝一籌咧？咁其實係嘅，喺定位發展咧同埋層面確實咧，中山咧相對弱少少。但係對於想嚟大灣區置嘅香港朋友咧，咁我哋首先要搞清楚自己嘅目的同埋需求啦。咁係咪真係想買樓投資咧，定係買嚟退休度假自住咧？咁你嘅理想生活究竟係如何呢？如果係退休度假或者係自住，更多嘅考慮咧係生活模式嘅狀態啦、成本啦、環境啦等因素嘅。咁所以呢方面嘅話咧，我個人咧係比較推介中山啦。咁當然，如果你哋主要投資珠海肯定可以攞嚟作為首選嘅。咁或者係半自住半投資，中山嘅話咧，亦都可以攞嚟作為一個考慮範圍。但係中山相對嚟講咧，會比較挑區域少少嘅。咁如果想了解中山邊啲區域咧比較有發展潛力嘅話咧，亦都可以直接聯繫我，咁我都會俾翻一個專業嘅建議俾你去作一個參考嘅。OK， 咁講完以上幾點啦，咁我哋再睇翻啦。其實生活成本同埋佢哋一個宜居性咧，我哋都要作翻一個比較嘅。咁從房價嚟講啦，咁雖然珠海有減價咧，大部分嘅樓盤佢哋整體咧都係高於中山嘅一個房價，所以接落嚟咧，我哋都要睇翻兩個城市一個生活成本同埋宜居性嘅。咁首先講到咧就係房價啦。咁其實房價嘅話咧，咁雖然珠海咧係有減價喎，但係都係部分嘅樓盤減價，並不是所有樓盤減價嘅。佢整體一個房價嘅話咧，中山嘅房價咧依然咧都係低於珠海嘅。咁我哋可以睇翻啦，中山依家目前一個房價均價嘅話咧，大概係12,000到15,000嘅，相對嚟講咧會比較適合一啲預算有限、需要置業嘅一啲街坊朋友嘅。咁珠海嘅話咧，佢嘅房價咧相對嚟講會比較高少少，依家目前一個均價咧係去到係25,000到30,000蚊嘅。咁部分降價嘅一個區域嘅話，大多數都係珠海斗門呢邊。咁斗門嘅話咧，其實係比較大嘅一個區域嘅。咁入邊嘅話咧，有分白蕉啦、井岸啦、乾務啦等等呢啲區域。咁同埋每個區域咧，佢嘅一個配套啦、配置啦，都完全唔一樣嘅。咁所以嘅話咧，我哋要參考翻珠海斗門湖心路呢邊嘅一個價錢。咁嗰邊嘅話，其實依家冇劈價嘅一啲樓盤嘅話，基本上都要去到係15,000左右。咁最近比較熱門係講得比較多咧，就係珠海嘅一個時代都會大景，係相對嚟講劈價最犀利嘅。咁係去到係8,000零蚊、9,000零蚊呢個價錢。咁但係咧，時代呢個開發商咧，亦都係經過咗幾次嘅一個債務重組啦，所以佢相對嚟講依家平價賣咧，亦都係情有可原嘅。但係其他正常嘅一啲樓盤嘅話，相對嚟講價錢嘅話都係去到係1萬幾嘅。相較於之下咧，其實中山佢嘅一個均價咧會更加平。但係去翻橫琴啦、香洲啦同埋金灣啊，其實呢啲地方嘅話咧，好似橫琴都要去到係4-5萬蚊個方嘅，香洲嘅話都差唔多。平啲嘅話都要去到係2萬幾，咁好似金灣呢邊嘅話咧，都差唔多係2萬蚊左右一個方，平啲嘅話咧，有啲係1,600-1,700都有嘅。咁整體嚟講，大家都可以對比翻一個房價。其實中山咧，相對嚟講咧，佢嘅價錢咧更加會平民少少，更加容易入手啲嘅。咁對比完價錢啦，咁我哋再睇翻我哋一個環境啦。咁其實兩個地方佢哋一個環境咧，其實亦都係屬於一個宜居城市嚟嘅。咁珠海嘅話咧，佢係擁有咧更加長一個海外線啦，好似情侶路啦，咁同埋咧更多一啲旅遊資源嘅，例如我哋嘅長隆海用王國啦、東澳島啦，呢啲係比較出名一啲旅遊景點所以佢嘅一個人群嘅話，相對嚟講會比較雜少少，比較多人過嚟旅遊，所以好多一啲外地人嘅。語言嘅話咧較多咧都係以國語為主嘅。咁中山呢邊嘅話咧，佢係以人文景觀為主，就係完全唔一樣嘅。你好似孫中山故居啦、尖園啦，呢啲都係有紀念性嘅一啲景點嚟嘅。咁同埋咧，中山呢個地方咧，佢本地人多，同埋講粵語嘅人咧，相對嚟講咧就會多啲㗎啦。咁對於香港人嚟講咧，可以減少翻你哋一個語言嘅一個壓力。對於香港街坊嚟講，如果退休自住，中山嘅宜居性咧會更加好少少嘅。所以中山同埋珠海對比之下咧，中山有咩優勢咧？就係中山呢邊咧，佢嘅一個生活成本嘅話，相對嚟講會低啲啦，同埋放價嘅話咧，梗係珠海嘅一個1/2價錢嘅。咁同埋咧，佢嘅一個日常
常消費啦、餐飲啦、物業費咧，相對嚟講咧會更加低，相對嚟講會比較適合翻咧預算有限嘅一啲退休人士嘅。咁同埋咧佢嘅一個部分鎮區啦，例如三鄉啦、坦洲啦，其實已經係有比較多一啲港澳街坊咧已經係定居咗㗎啦，所以佢嘅一個社區咧相對嚟講會比較成熟，而且咧佢嘅一個生活節奏咧相對嚟講會比較慢嘅，同埋咧中山咧呢邊嘅一個城市規模咧相對嚟講會比較細，生活壓力嘅話咧係比較低嘅，咁同埋咧佢係適合追求寧靜嘅一啲退休群體嘅，而且佢仲有中山溫泉啦、孫中山故居啦等呢啲本土文化景點啦，點綴翻佢呢一個城市啊，相對嚟講係比較豐富嘅。咁結合翻以上嘅種種情況咧，咁都同大家講一下，就係如果你考慮自住咧，我會點樣同大家推介啦。咁其實我想同大家講下，如果考慮自住嘅前提底下咧，咁首先優先推介咧肯定係珠海嘅，但係咧你嘅預算咧一定要係一個充足嘅情況，因為珠海咧如果你係追求高品質環境啦，同埋便捷嘅一個跨境交通同埋佢嘅醫療資源配套嘅話咧，其實如果你想買一套好啲嘅樓咧，基本上預算嘅話都要300萬左右嘅。咁其次嘅話咧，你都可以考慮翻中山。中山嘅話咧，如果你嘅預算咧大概係150萬以下，你都可以揾到一個相對嚟講比較唔錯嘅樓盤，同埋可以買起市區地段嘅。所以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一句話，就係寧做雞頭不做鳳尾啦。咁講呢，就係呢兩個城市一個對比。如果你同樣嘅預算，可能喺珠海咧賣嘅只係一個鳳尾產品，但係同樣嘅預算喺中山咧可以買到一個龍頭產品啦，或者係雞頭產品啦。可以買到一個龍頭產品，所以係完全唔一樣嘅。同埋中山呢邊咧，佢嘅一個成本咧係比較低嘅，節奏會比較慢。所以如果考慮退休嘅話咧，呢種生活成本同埋生活方式嘅話，住落嚟咧會更加舒服少少嘅。咁呢度亦都係俾到大家作為一個參考。OK， 咁我哋睇翻投資。咁其實投資嘅話，我相對嚟講咧會比較推介我哋嘅珠海啦。咁優先就係珠海啦，因為佢適合長線持有嘅，咁可以依託翻依家目前嘅一個政策紅利啦，同埋珠海、澳門目前一個融合發展啦，所以佢嘅一個抗風險能力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強嘅。尤其可以關注咧，就係橫琴、金灣、唐家呢幾個地方嘅，相對嚟講呢幾個地方咧係比較適合投資嘅一個區域嚟嘅。咁中山咧，究竟值唔值得投資咧？其實我想講咧係亦都可以投資嘅，咁但係佢相對嚟講咧，佢嘅一個風險咧，相對嚟講會比較偏高，亦都係比較適合一啲投資高風險物業嘅一啲街坊嘅，因為有高風險肯定有高回報。咁珠海咧佢就唔一樣，珠海因為佢嘅價錢咧已經係差唔多到咗一個好平穩嘅一個階段啦，咁所以咧佢嘅一個升值幅度咧相對嚟講目前嘅話咧係冇咁大嘅。但係中山就唔一樣，佢雖然風險高，但係佢嘅一個投資回報咧相對嚟講亦都會高。風浪越大，魚越貴。所以總結翻落嚟咧，其實兩個城市咧都可以投資嘅。咁珠海嘅話，其實適合翻一啲真係保守型嘅一啲投資者，因為珠海嘅物業咧相對嚟講會比較穩健嘅。咁中山呢邊咧就比較適合一啲風險嘅一個愛好者啦，因為中山呢邊投資咧相對係一個比較激進嘅一個投資嚟嘅。咁兩個係完全唔一樣嘅。咁今期嘅分享咧，大致都係想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其實中山同埋珠海呢兩個城市究竟係點樣嘅？究竟中山嘅話咧係咪真係比珠海差咁多呢？咁今期嘅內容咧，其實都有同大家講一下。咁如果各位街坊咧，你哋有翻自己一個見解嘅話，其實都可以喺我評論區下方咧去留言啦，大家去作一個討論嘅。如果覺得我視頻咧係對你有幫助嘅情況底下咧，可以點個 like 或者係 share 出去分享俾更加多有需要嘅街坊朋友。咁今期嘅分享咧做到呢度，下期我哋再見，拜拜。